大家好，我係實德金融 Alex 啊。咁上次同大家分享過呢個保險嗰方面嘅分類啦。咁今次希望同大家介紹下呢個危疾嘅保險啊。咁危疾保險我哋又叫重疾保險啦。咁喺香港咧，其實都比較流行，好多人去買嘅。咁講到重疾保險，我諗顧名思義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咁裏邊嘅保障咧，通常都係一啲比較嚴重嘅疾病，譬如邊啲咧？譬如係一啲心臟病啊，或者一啲癌症嘅嗰方面嘅一啲疾病啊咁。咁一般嚟講咧，呢個重疾保險咧，其實都係一啲返還型嘅保險。咁裏邊咧係有一啲現金價值裏邊嘅。咁同埋佢有另外一個好處咧，就係可以俾啲客戶去選擇佢嗰個供款年期。咁因為你知道有啲人可能希望佢個供款年期比較長啲，攤長嚟供啦，亦都有啲人咧可能會希望即係個年期會短少少啦。咁喺現時嚟講喺香港咧個供款年期咧分別有10年啦、15年啦、20年啦，甚至乎25年嘅。咁如果講到現金價值嚟講咧，其實如果一般有 cash value 喺個保單上邊嘅話，咁如果某一啲因素，可能有啲人可能即係覺得呢份保單我唔需要再供嘅時候咧，其實可以提取裏邊嗰個現金價值出嚟嘅。咁變相就係你唔會就係白白供咗呢一份保險。咁有啲人咧會問到咧，點解保險咧要越年輕越去供咧就越着數咯？咁可以咁講啦。咁一般嚟講，尤其是呢個重疾嘅保險啦，咁佢係以計算呢個保費率係以年齡去計算嘅。咁即係換句話說，你越後生去買嘅話，基本上係越平嘅。咁譬如咧，一個15歲小朋友由父母幫佢供情況底下啦，咁佢個保障額啦，咁啊去到30萬啦，咁佢年供基本上都係幾千蚊左右啫。咁都同佢供都係供15年時間，咁佢一世咧就到100歲已經有呢個保障，咁同埋佢嗰個可以話保障年期都比較耐啲啦。咁如果有啲朋友如果對呢方面有更加興趣嘅話，可以不妨聯絡我哋公司嘅同事，啲獨立理財顧問去了解下。咁今日到呢度為止，多謝大家。